我聽到入邊好似有人講嘢，大把鎖明明喺出邊鎖嘅喎。Hello，大家好，又係我史蒂芬，歡迎收睇《零事偵緝檔案》。今日係悍戰行動，戰鬥嘅戰，嚟到香港美利樓。美利樓建於1844年，以當年英國大臣美利爵士命名。佢原本係域多利兵房嘅一部分，主要用作駐港英軍嘅軍營。大樓樓高3層，以巨型花崗岩建成，建築風格好特別，既用咗中式嘅瓦面斜頂，又有古歐陸維多利亞式嘅圓形石柱，係香港現存呢類建築當中歷史最悠久嘅一座。喺香港淪陷期間，美利樓俾日軍佔領，用作日本憲兵辦事處、軍事統司部。當時日軍喺入邊設咗唔少囚犯室同刑場，據講超過4000人喺呢度被殺，係當時醫院以外死人最多嘅地方。戰後英軍恢復美利樓嘅軍事用途，直到1962年先交翻俾政府管理。1982年因為要起中銀大廈，美利樓面臨拆卸，好彩政府念及佢嘅歷史價值，決定將成座樓保留。啲工人將超過3000件花崗岩組件逐一編號拆落嚟，儲存咗足足15年。1990年，房委會決定將美利樓搬去赤柱。1998年重建完成，成為香港最大規模古蹟重建工程之一。美利樓最大名鼎鼎嘅當然就係佢啲鬼故。1960年至1970年代，啲鬧鬼鬧到街知巷聞。港英政府曾經先後請過牧師神父驅鬼，又請過高僧做法事超度，仲要動用公幣。個檔案至今仲保存住，可以話係香港政府唯一官方認證嘅鬧鬼地點。其中一個都市傳聞就係，話說喺60年代尾嘅一個晚上，一個女職員喺美利樓加班，搞到好夜先收工。佢行出辦公室門口，走廊啲燈又好暗，佢好遠見到有個人影企喺前邊。一開始以為係同事，冇為意，到咗行近2步，點知一睇，成個人企咗喺度。因為嗰個人係着住啲舊式軍服，身形好高大，但係條頸上邊係乜都冇，成條頸空蕩蕩，冇頭，就好似俾人一刀斬咗個頭落嚟。個女職員想嗌又嗌唔出聲，眼白白睇住個無頭鬼慢慢向前行，啲腳步聲嗒嗒嗒，最後消失喺樓梯轉角。佢第2日即刻向上司匯報，但上頭話唔好亂講，所以最後不了了之。仲有一單就非常之轟動嘅，話說喺1974年，美利樓嘅職員成日話收咗工之後聽到辦公室傳出滴滴答答嘅打字機聲，好似有人喺度打緊文件，但每次行入去睇又根本一個人都冇。有啲老職員私底下講話，可能係日佔時期死咗嗰啲文書兵返嚟打報告，所以大家都冇人夠膽留到好夜。直到有一日朝早返工，推開個辦公室門，成班人呆晒，成間房10幾部打字機，唔知俾邊個搬到全部擺晒喺地下，好整齊咁列喺個地面度，冇人認係自己搬，個門鎖又冇俾人叫過。清潔阿姐話尋晚收工之後都冇見到有人入去。打字機事件之後冇幾耐，一個外籍高官夜晚收工，佢一向唔信鬼神，嗰晚佢仲要最後一個走，鎖埋自己辦公室門，行過走廊，突然之間佢見到前面轉角企住一個好模糊嘅人影，着住日軍軍服，個腰叉住一把軍刀，個樣模模糊糊，但好明顯係對住佢笑。個官員捽一捽眼，個人影就消失咗。佢以為係眼花，行多2步，突然之間背後傳嚟一陣冰冷嘅笑聲，好似就喺耳邊。呢次佢清清楚楚感受到有一隻手搭咗上去膊頭，個官員即刻嚇到面都青，成個人軟晒，即刻暈咗喺度。好彩有保安巡口發現，送咗醫院先至冇事。由於呢次涉及外籍官員，所以先至會有政府後邊嘅超度事件，有啲可惜，因為好多都未開放，定係唔知點解唔開放。下次見。